新闻时本继续来看到苗栗县县内真侪车路滴滴，嘛有一寡山区的山路，后来这段时间真侪人暗时唔困做暗公照，小少骑奥多摆来到这要来行大佚佗。另外，嘛有一寡人骑奥多摆，车拢已经改过，有错人耳的声，佮超速，严重影响在地民众的生活，嘛引起危害。警察最近就对伫车后壁收集证据，甲大已经开128张违规的罚单。苗栗县警察局的员警伫咧大山线发现到一台铺设的轿仔，伊违规骑线，正向咧驶。警方随响水雷，要求伊停车来受检。不过对方竟然向公动车，把这个车扣链转来走离现场。警方为着要避免发生危险，已经专程搜证，要直接来甲开出3张的罚单。啊，若伫咧这个南庄山区的路，阁捌发生有车队烧酒来这劈车的事件。这也实在太危险了。南江村124往蓬莱有一群车阵，请求拦截围捕，危险驾车，危险驾车。交通队讲，因为这个县内有真直的路，嘛有这个弯曲的山路，安尼煞正做车队夜游的景点。特别是伫咧歇热的时阵，愈来愈接安尼，嘛影响到在地居民的生活。所以伫咧6月到8月下摆6到礼拜时啊的环境会来加强巡逻。若是一个发现有车队来进入这个辖区，警察的巡逻车就会随甲队后壁来甲进行搜证。于深夜凌晨0点到4点的时候，我们会专责的守望跟易飙车路段来重点来守望跟巡逻。警方讲，透过这个对车的方式，顶半年已经告发128件的交通违规，甲改装车辆的情形。另外嘛，含车监理站调回验车的有16件。警方讲，假使若拄到真侪车做伙来，就会用原本有的这个快打方式，也是这个按来掠币的战术，要来遏制这个劈车的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